今天拍的是在我们还没来上班之前，因为我们来了2个新人，就是他的主角。然后呢，他们2个来的第一天就发生了非常惨烈的事情，就是老天龙被那个石头砸窗户，他们被丢烟雾弹，非常可怕的。所以他们2个就是第一天就是有震撼教育。算是2个人的大场面。大场面，对。然后，不过还好，我们虽然是大场面，看起来是很厉害、很严肃。其实我们整个氛围还蛮轻喜剧的，我觉得应该效果会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应该很好笑，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警匪枪战那种感觉。陶英泰是打死不想到老铁魔宫，他只是为了他阿婆打一个赌。对。那为什么不想来这边工作呢？是因为我不喜欢这边的工作环境，非常的脏乱。因为何英泰他本身他有一些强迫症、一些洁癖的一些精神关节症，不喜欢接触人群。对。然后完成就是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，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太热血了，然后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2个新人，我看到他超不顺眼，就一直很想叫他走去找别的工作。你有必要讲到这样大小声吗？